两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咱台湾社会发生真济的代志，有的是天灾，有的是人祸，互大家失去平安。每一天在面对咱四周围的人事物的时，也是有侪侪烦恼，侪侪不安。咱要做伙举起祈祷的手，为着咱的母亲，咱所疼的台湾来祈祷，求上帝赏赐真实的平安伫咱中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、统管万有的上帝，你也是关心看顾阮、赏赐阮平安的上帝。阮要为着你所赏赐一切恩惠来献上感恩。同时，阮也要为着台湾所拄着逐款的困难甲挑战来祈祷，恳求你阿耳康听阮的呼求。前一阵仔有发生细汉囡仔受虐待致到死亡的案件。互侪侪人感觉非常的伤心，甚至是受气，也互阮看到社会中侪侪真正需要受照顾的人，并无得到真正的帮助，甚至反倒伫无够完善的制度内底受到伤害。恳求你，互阮所有的人会当对这个代志内面来有学习甲反省，各级的政府机构会当负起因的责任，会当来建立更较完善的制度。通真正来照顾着这有需要的人，也互阮所有的人会当来学习，更较侪来关心阮四周围有需要的人，会当及时来互因有帮助，互即款的代志无搁伫阮台湾来发生。接续台湾社会也连续发生几若件食物中毒的事件，互大家心内拢非常的着惊，毋敢伫外口来食物件。这个事件，互阮也知，伫相关的法令甲伊执行的层面，有真大的缺失。恳求你也帮助阮，互有责任的政府单位、官员以及业者，会记得这个教训，会当做出检讨甲改进，互阮所有的百姓的日子会当过到更较安心。4月初3，伫花莲也发生真大的地动，互侪侪人来受灾。甚至有侪侪人失去因的性命、财产，恳求你，互全体百姓会当同心协力，帮助受灾的同胞会当紧紧来度过这个困境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也恳求你保守阮台湾，无搁受到天灾的损害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将一切祈求摆在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阿耳康听阮的祈祷甲呼求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